大厨今天做什么菜？这么热的天，来一份菠萝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如此甚好。那就开始冲，菠萝切片，再切块。切好的菠萝呢，我们用盐水浸泡个10分钟。洗干净的小金桔对半切开。泡好的菠萝呢，我们控干水分。来几颗话梅。再来一点茉莉花茶，增加一点茉莉花的香味。再加点食用冰，扣盖，放入冷冻半个小时。菠萝冰啊，现在就做好了。咱无钱无钱快乐的兄弟，明仔载的三顿饭也不知伫倒位，今日哪会爽爽快快，不管啥代志。